好，来继续要来看，这是教育部的命令，高雄的河村技术学院110学年度全部停止招生，而且这学校都要来保障着现有688学生的受教品质甲权益。啊，校长今仔日表示讲，因已经来提出着诉愿。韩国讲的排骨卤2日鼎内面慢慢啊滴卤，画丁啊炒青菜，这是英国河村技术学院的餐饮学生做出健康果好食的便当。这个学校学生上济时有几万人，因过少子化年代影响，目前敢若剩688学生。教育部宣布讲，为8学年度开始停止招生，这个消息和学生真意外。你对学校的期许，他们至少可以让你怎样？对啊，至少可以顺利毕业吧。校方表示讲，目前敢若剩公管、餐饮甲流行系3个系的招生，提出这个注册队的数字，为106年到109年，逐年都增加到超过6成。强调讲学校的教册品质甲财务拢无问题，针对教育部停招的处分，无法接受，已经提出诉愿。对于这个处分是不服的哈，那我们依照规定哈，我们也在最近也跟这个提起诉愿。说他有并班上课的问题，有学分抵免的不当的问题哈，或者是没有依照课表来开课等等的问题哦，那这一些问题始终没有获得一个根本性的一个解决。教育部表示讲，目前先要求8学年度停止招生，若是无改善，有可能会叫因停办。嘛，这学校一定要保障现有688学生接受教育的品质甲相关的权益。